当代人工智慧语言系统逐渐普及，让世界走向资讯处理的崭新阶段。科技演化的轨迹中，几个名字逐渐浮现于人们视线。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DeepSeek 与 ChatGPT， 这两者皆属于大型语言模型的范畴，具备复杂语义理解与生成的能力，却各有其独特脉络与发展取向，并非彼此映射或雷同版本。使用者经验在面对这两种技术时，经常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与观感，并非单靠技术规格所能全面阐述。DeepSeek 在推理架构的设计上，强调效率与快速回应，输出速度显著，极具实用价值。其模型训练资料来自多元异构文本，涵盖多样语境。这种多元资料结构赋予它在处理跨领域语义连接上相当灵活的潜力，表现出丰富的风格转换能力，尤其适用于特定领域的知识建构。它能够模仿论文、报道或技术说明中的语态，使其在某些工业场景中显得格外契合。另一方面， ChatGPT 则展现出高度对话性，整体互动流程流畅自然，更擅长于模仿人类语言的温度与情感维度，适合用于教育、陪伴与创作类应用。若将两者置于创造性任务的环境中比较，可以明显看出 ChatGPT 在叙事结构的建构上更为灵动，具备节奏掌握与语调调整的能力，能产出极具感染力的文字内容。相对而言， DeepSeek 虽然也能处理写作，但常偏向资讯导向，文字风格多属理性、平铺直叙，在情感曲线铺陈方面显得较为拘谨。然而，它的优势则体现在指令解析与任务执行的速度上，往往能快速完成指定操作，对于大量文字归纳或表格生成尤为出色。此外，模型对语言的理解角度也存在差异。ChatGPT 所强调的是上下文逻辑的延展性与语言柔软度，语句之间充满润滑转接，不易产生逻辑跳跃。DeepSeek 则重实际信息的整合效率，对资讯密度的处理能力高于平均水平，特别在摘要与对照分析类应用中表现突出。不过，由于设计目标不同， DeepSeek 有时会牺牲语言的自然流动性，来换取更直接的结果输出，而 ChatGPT 在某些任务中则可能因语言表达过于修饰，造成答案过长或语义重叠的情况。在多语言处理方面， ChatGPT 具备丰富的跨文化语料支撑，能以自然口吻展现不同语系特有的语感与修辞逻辑，这使得它在国际性沟通上具有明显优势。而 DeepSeek 的设计更偏重于中文语境的优化，其在中文资料上的撷取与运算精准度极高，常见于国内企业内部流程优化、自动化处理等实用场景。从这点看来，它在语境贴合度上有所突破，尽管在非中文语系下的表现尚有进步空间。这样的对比还可以延伸到使用界面的差异。ChatGPT 在界面互动上设计的更接近日常应用的对话视觉，使用过程轻松易懂，适合初学者与一般用户。DeepSeek 虽也提供类似功能，但整体偏向专业导向，选项繁多，略显技术感，适合进阶使用者进行深度调教或任务配置。这种设计理念反映出两者对于目标族群的不同理解与市场定位、思维轨迹的建构方式，亦是两者内在结构的分水岭之一。DeepSeek 在资料导向的生成中，采取稳固的逻辑层级推进，词汇选择倾向精准而实用，具备高度重复查询容忍度，适合应对重组与提问频繁的操作环境，展现出工程化处理任务的成熟形态。而 ChatGPT 则将语言的韵律视为创作核心，精于捕捉使用者语义中的潜台词与微言之意，逐步引导对话走向深层交流的节奏，仿佛将抽象的情感穿织进语言网络之中，使每一次输出皆像是回应一段真挚的问候。在训练资料方面的策略选择，也展露出两者不同的哲学思维。DeepSeek 偏向构建大规模结构化语料库，强化模型对格式标准语法准确性的敏感度，这使其在法律条文、专利申请或医疗资料转移等场景下拥有天然优势。反观 ChatGPT 采用更自由散文式的语料整合手法，涵盖小说、诗歌、社群讨论、哲理段落等多元问题，其对语言边界的探索充满想象空间，因此常常能以崭新风格描绘传统主题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考量实际应用的耐受性， DeepSeek 展现出优异的稳定性与自动化处理能力，即使在复杂任务的回圈中，依然保持一致输出品质，对长期部署于系统后台极具价值。相对而言， ChatGPT 虽然灵活，但偶尔受限于上下文、保持与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，会产生语义断裂或不符前述逻辑的回应。然而，这样的偶发性反倒构成了它语言表现的某种人为，使其在需要情绪参与的场景中
更具说服力与亲切感。视觉化辅助功能亦是使用者互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DeepSeek 倾向于提供强化模板套件与函式库支援，使得技术开发人员能快速嵌入应用系统或自定工作流程，具备开发弹性与扩充性。而 ChatGPT 则专注于将复杂指令转化为自然语句，让非技术背景的用户也能轻松参与文本生成与指令编排，打破专业门槛，使知识的传递更趋民主化与直观性。若观察其语言表达背后的美学理念，便可感受到 ChatGPT 似乎怀抱一种文学性的使命感，致力于让每一句话都拥有旋律般的节奏与情感温度。它不仅是输出内容的机器，更像一位能解读情绪的写作者，在沈默中读懂人心。而 DeepSeek 则如一位严谨的资料科学家，以数据为信仰，将语言视为逻辑结构与讯息容器，致力于使语义运算达到极致的清晰与效率。在创意生成的领域中， ChatGPT 拥有更强的灵感唤起能力，经常能在无明确提示下引发意想不到的联想与叙述结构，犹如即兴诗人与纸上舞动笔锋。而 DeepSeek 在同样的情境下则显得更为收敛，倾向以现有知识网络作为骨架，并逐层构建合理延伸，避免语义飘忽与内容偏移。这使得它在生成商业文件、简报摘要或政策草案时显得尤为可靠。从互动语境的角度来看， ChatGPT 的对话逻辑更接近生活语言，能够因应语调转折、话题跳跃与非逻辑式提问进行有效衔接，使得对话过程充满流动性与趣味性。DeepSeek 则偏向稳定性处理与明确提问导向，当问题偏离中心或涉及抽象叙述时，其回应往往趋于保守，力求精准而非诗意。这种风格虽不具娱乐性，却展现出高度专业素养与工具性价值。深究其背后的技术架构可知， ChatGPT 采用动态上下文继承机制来强化多轮对话一致性，使得整体体验具备强烈叙事延展性与流畅度。DeepSeek 则透过标签化记忆模组来强化关键讯息记录与优先排序，使其在处理知识图谱类任务时，能更精确地定位概念节点与属性连结。这种差异性对于特定场景中的效能表现具有关键影响。